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9篇，耶利米书50章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20节，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圣祈祷。祈祷是基督徒甲上帝讲话，也是讲向上帝祈求恩典、祝福甲保护的一种方式。祈祷基本上是咱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方式，就亲像人甲人的沟通这是咱甲上帝、天父上帝沟通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。常时这也是基督徒伫面对危急、困苦的时阵，一种的力量的来源。伫生活中，咱到底要安怎甲上帝持续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呢？就是透过祈祷，透过读经、读上帝的话语，特别是针对因为背叛上帝已经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如果因会当倒转来甲上帝的这个对话，持续祈祷，祈求上帝坚固家己的话，安尼就会通改善因所面对的境况，会通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就要来成就伊的应允，就要赏赐、保守甲看顾。无论是甚物款的时阵，无论是甚物款的境况，拢有上帝的同在。耶利米先知捌传达上帝的旨意。上帝有言讲，以色列人将要受掠到伫巴比伦，并且住伫巴比伦70年之久。当70年到上帝就差遣另外一个强权来打击巴比伦。上帝为着要实践伊的预言甲应允，圣经安尼记载，有关巴比伦城甲伊的人民，上主安尼对我讲：着爱向列国宣布消息，发出公告，爱发出信号，公开来传播。巴比伦陷落伊的神明马杜克受到拍毁，巴比伦的偶像受侮辱，通怨恨的神像摔歹去有一个国家对北边来攻打巴比伦，互伊国土来拍远，无有人徛起，人甲野兽拢走了了。以色列人怎样会通知影上帝的作为呢？就是透过甲上帝所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基督徒是透过祈祷来领受上帝同在甲保守，并且明白上帝的旨意甲作为。上帝应允讲，到迄时以色列甲犹大的人民要做伙起来，哪走哪靠来敲找我因的上帝。因要敲找往锡安的路去，迄个方向行，因就要甲我定永远的约，永远袂阁背离。我的人民亲像迷路的羊，因的牧者互因伫山中来迷失。
对一个山岭流浪到另外一个山岭，找袂着家己的羊群。伊若拄着因的，拢吞食因。因会对着讲：阮安尼做并无毋对，因为因对得罪上帝，因祖先信靠的上帝，因应该对上主来忠实。信靠上帝就会必定会得救啦吼！因为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甲以色列人应允，将要互因人带到回归故乡。上帝安尼讲，以色列人亲像互山底热赶线的羊群，亚述王先吞食因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接续咧捆克因的骨头，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要处罚尼布甲尼撒甲因的国家，亲像我进前处罚这个亚述王同款。我要带以色列人倒转来因的故乡。因将来要食卡密山甲巴山的土产，享受以法莲甲基列一带出产的五角。到迄时，伫以色列找袂着过错，伫犹大也找袂着邪恶，因为我要赦免我所饶赦遐个存留落来人民。我上主安尼宣布要安怎信靠上帝呢？耶稣基督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伊总是会退到伫山顶做一项代志，就是祈祷。当伊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阵，伊也退到伫迦拿山来祈祷。伊上帝天父祈祷讲：天父啊，若是你愿意将这个杯煞去，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要成全你的旨意。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，咱的祈祷是：上帝，求你拯救阮，但是毋免照阮的需求，着爱照你的意思。也有人会安尼讲，若是安尼，敢着去祈祷？耶稣基督伫祈祷进前，甲门徒讲，圣经的记载，到伫迄所在，耶稣就对因讲：恁爱祈祷，免得陷入伫迷惑。迷惑是甚物货？就是亲像耶稣基督伫禁这40天了后，撒旦甲伊讲的话，你将石头变做面包吧。嘛佫讲跳落去，因为上帝会保守你。伊讲我跪拜，你就会当得到全世界。这种的诱惑，拢是求我，我就互你生活顺利。标准的是甲撒旦咧交易。佫有甚物款的代志是撒旦的诱惑咧？伫生活中间有侪撒旦的诱惑，基督徒若是靠主警醒，就一定会当赢过。咱咧讲，加困的人叫袂醒，加困的人就会失去保守。前两天因为风台两个风台的关系，造成咱北部、东北部落甲真大的雨，中文叫做雨暴啦吼。互真侪所在，因为安尼就产生真严重的土石流，亲像阳明山，也是这个淹水的情形，亲像淡水河边新北市。台北以及新北市的市长两个拢出外去助选，
会通讲是即种完全无警醒的领导者，就造成了人民的损失。伫生活中，信用上，其实咱搁较是安尼。基督徒需要时时刻刻来警醒、来祈祷，安尼就会当时常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互咱一寡提醒，互咱通好用安尼来脱离危险。耶稣基督讲：恁为什么困去呢？起来祈祷，免得陷入伫幽隙。诗篇129篇，以色列就讲：对我细汉的时，对着常常苦楚我；对我细汉的时，对着常常苦楚我。毋久因毋捌赢我，勒残的人勒我的骹接兄，勒过的分日真长。上主公义，伊有暂断歹人白咱的说，愿所有的怨恨涉案的人，拢受拍败见效。愿因亲像厝顶的草，还未大丛就打起，挂的挂无归尾，下的下无归人。过路的人，无人会讲愿上主赐恁福气，愿奉上主的名甲恁祝福。恳求主爱上帝帮助阮伫生活中间袂跌到跋倒，入着撒旦的计谋，救阮脱离凶恶。透过阮诚心警醒的祈祷，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